首先準備好大家所喜愛嘅配料，每個人口味唔一樣，大家可以揀選返自己喜歡嘅材料就可以啦。將酵母粉倒入230g嘅水裏邊，攪勻佢，放置20分鐘備用。將雞蛋攪拌均勻備用。將糖同鹽放入麵粉裏邊，攪拌均勻。再倒入酵母水同蛋液，輕輕攪勻之後，開始用手搓，搓至所有麵粉變成一團，時間大約5分鐘左右。壓低麵團嘅中央，倒入橄欖油，分開2次倒入，將麵團同橄欖油搓至融合，直至麵團將油分吸收，大約15分鐘左右，搓到唔黏手就可以啦。將麵團放置30分鐘發酵，發酵之後喺麵團中間篤一下，冇回彈就可以啦。用木棍或者滾動棒將麵團推至所需大小，預熱焗爐400度，用叉響餅底嘅表面吉透氣窿。因為今次係做芝心批，所以用芝士圍邊。放好芝士之後，用餅底側邊嘅皮包住。頭先推餅底嘅時候，需要預留1寸嘅位置，用嚟包住啲芝士。如果唔做芝心批，大家推完餅底，可以順住個圓盤收返靚個邊，跟住可以倒入大家喜愛嘅醬料。醬料搽均勻之後，就可以鋪上芝士同埋配料。如果大家都鍾意食洋蔥嘅話，建議大家唔好落太多，因為洋蔥會出水。落好所有配料之後，喺面鋪多浸芝士，芝士嘅份量隨大家喜愛，鍾意多嘅可以落多啲。鋪好晒就可以擺入焗爐焗㗎喇。今日影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大家記得幫我按讚同分享，未訂閱我嘅朋友